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呢？你帶老友記去睇醫生，醫生問老友記：你邊度唔舒服啊？你作為屋企人做老友記嘅翻譯，你明明啲英文係冇問題嘅喎，亦都明白老友記嘅廣東話係講啲咩，但係呢，你就講唔到俾醫生聽。你甚至可能會擔心，唔知道我講錯咗，會唔會影響到醫生嘅判斷呢？又或者係你同醫生傾完，想解釋翻俾老友記聽，你又唔係好肯定嗰個廣東話係唔係咁樣講。上一集呢，我哋就講過，如果有專業嘅醫學翻譯員幫手，梗係最好啦。但係如果冇呢個資源嗰陣，可以點呢？上一集我哋就講過點樣稱呼老人家同埋尊重佢哋自主權嘅重要性。呢一集我哋就講下點樣可以又啱又準咁樣翻譯老人家嘅問題俾醫護人員聽。喺影片嘅第二部分，我哋就會用廣東話介紹下成日見到嘅醫護人員佢哋嘅工作係啲咩，方便你翻譯翻俾老友記聽啊！我哋做屋企人幫老友記翻譯，可以記住一個原則：醫生就係負責診症，我哋做屋企人嘅就係提供事實俾醫生判斷。老友記同你講：我呢啲關節位好痛啊！你知道關節炎嘅英文係啲咩？如果將關節痛翻譯做關節炎俾醫生聽，咁又啱唔啱呢？關節痛同埋關節炎係兩樣嘢嚟㗎。如果直接將關節痛翻譯做關節炎話俾醫生聽，咁樣你就係間接幫病人診症，而唔係幫佢翻譯啦。咁樣點樣先可以又啱又準咁幫老人家翻譯啊？與其要你記住好多好多嘅醫學名稱，你可以試下用呢3個方法去翻譯。第一，指住講，你可以指住老人家痛嘅位置，一路講佢呢度嘅關節痛啊。第二，描述感覺，老人家想話俾醫生聽，佢尋日呢起身嗰陣攝一攝，到而家都好唔舒服啊。攝一攝英文點樣講呢？其實直接咁樣翻譯翻係好難嘅事嚟㗎。攝一攝喺廣東話嘅意思，其實就係突然之間俾一陣好毒嘅風吹到。如果我哋就咁翻譯話翻俾醫生聽 ，She got a cold， 咁樣又好似之前嘅例子咁，我哋間接幫老人家診症，而唔係翻譯。其實我哋可以試下將個感覺原原本本咁樣講晒出嚟，好似咁樣。其實仲有好多好抽象嘅講法，譬如係扯住扯住、火燒心，好似俾蟻咬咁。如果一時之間翻譯唔到，你可以叫老人家慢慢再講得一次，聽清楚佢想形容嘅感覺，然後用生活例子、比喻去解釋翻俾醫生聽。醫生想知道老人家嘅排腸肌有冇痛。排腸肌啦，其實係一個好專業嘅名詞，但係咁啱你又做開運動喎，知道醫生喺度問啲咩，你就咁去問老人家。醫生想知道你排腸肌痛唔痛啊？老人家可能會一頭霧水，意思即係唔知道你問緊啲咩啊。我哋幫老人家翻譯，就係要將呢啲咁專業嘅醫學名詞，用翻啲地道嘅廣東話翻譯翻俾老人家聽。你可以配合動作，用手指指住老人家嘅小腿後面嗰嚿肉，問老人家：醫生問你，你呢個腳瓜啷有冇痛啊？所以幫老人家翻譯嗰陣，你可以記住呢3個原則。唔好忽略動作，可以攞手指指住老人家痛嘅地方，甚至呢，你可以企起身示範下老人家點樣行得唔穩。
唔好就咁講自己嘅結論，應該原原本本將老人家想講嘅感覺翻譯出嚟。唔好怕用一啲好簡單嘅字，因為你就咁翻譯嗰啲好專業嘅醫學名詞，老人家反而會聽到一頭霧水啊！頭先我哋就講起痛，如果我哋就咁翻譯 It hurts，未必真係可以幫到醫生。我哋可以問多啲老人家佢嘅感覺。我個心口好似有啲嘢壓住，冤冤痛咁啊！其實除咗冤冤痛，喺廣東話仲有好多形容詞去形容痛㗎，好似俾針拮咁痛，俾火燒咁痛，或者係痛到痹晒啦。有陣時你幫手翻譯，老人家就好簡單咁答你。譬如係醫生問痛嗰個程度有幾嚴重啊？老人家就答好痛，你就可以幫手問多少少。譬如係佢坐咗好耐之後覺得好痛，瞓醒就覺得好痛，拎重嘢嗰陣覺得好痛，又或者你可以用比較嘅方式去問清楚啲。譬如係比較以前同埋而家，以前冇咁痛，2個星期就痛多咗，又或者係之前淨係一邊痛，而家兩邊都痛啊！呢啲對醫生嚟講都係好重要嘅資料嚟㗎。仲有一樣好容易忽略嘅就係時間。你問咗老人家之後，就可以翻譯翻俾醫生聽，佢已經連續痛咗3日啦，又或者係大概1個月之前痛。另外一個好常見嘅例子就係當老人家講話我個胃好唔舒服，但係唔舒服其實可以代表好多嘢㗎喎，係痛、係脹、係反胃啦。我哋翻譯嗰陣咧，就可以用翻頭先嘅方法，問清楚老人家唔舒服嘅位置、感覺、時間同埋變化。呢啲細節咧都可以幫醫生去判斷究竟老人家係消化不良啊，定係仲有其他問題呢？除咗溝通病情之外，我哋陪老友記去到醫院，見到好多醫護人員着住制服行嚟行去，老友記可能會問：呢個係邊個嚟㗎？佢哋做啲咩㗎？如果我哋可以解釋俾佢哋聽呢啲醫護人員嘅工作範圍，到有需要嗰陣，佢哋知道揾邊個幫手啦，咁就可以令佢哋放鬆一啲。所以喺呢部分呢，我哋就會用廣東話介紹下唔同醫護人員嘅工作，希望可以方便地翻譯俾老友記聽啦。醫生、家庭醫生、專科醫生。呢個醫生呢，就係專門幫你睇。姑娘、護士。雖然呢，我哋習慣咗叫護士做姑娘，但係呢，而家已經有好多男護士㗎啦，所以我哋可以咁樣講。呢位護士呢，就係專門幫你量血壓、洗傷口等等嘅護理嘅。物理治療師。老友記未必明白咩係物理治療，你可以咁樣解釋俾佢聽。物理治療師呢，就會幫你設定一啲運動，等你鍛鍊好個身體，等你做多啲運動，譬如係隻腳行得好啲。職業治療師呢一個呢，就係最容易令人誤會啦。老人家可能會話：我都退咗休啦，仲做咩職業啊？你可以咁樣講，職業治療師呢，就係專門睇下點樣幫你喺日常生活入面呢容易啲應付嘅。譬如佢可能會睇下你平時喺屋企點樣沖涼啊，點樣煮嘢食，介紹一啲工具方便你嘅。藥劑師就係解釋俾你聽唔同嘅藥有咩功效，同埋教你點樣食藥。社工。好多時老人家一聽到社工呢，就覺得係幫手攞援助金啊，或者係查家宅。你可以咁樣同佢解釋，社工呢，就係專門幫你解決生活上嘅困難，幫你申請社會嘅資源，又或者你心情唔好嗰陣呢，陪下你傾偈，提供一啲悲痛或者失落嘅輔導。言語治療師。
老人家好多時都以為言語治療師係負責淨係教人講嘢，佢哋會覺得我都講嘢冇問題，唔需要啦。你可以解釋俾佢哋聽，除咗係講嘢之外咧，佢哋仲可以睇下你吞嘢順唔順。譬如你平時好多時飲嘢係會逐親嘅，或者食嘢係會近親嘅，佢就會教你睇下點樣可以食得安全啲。足部診療師，老人家好多時都覺得足部診療師就係剪腳甲嘅師傅，你可以解釋俾佢聽。足部診療師咧就係專門咧睇下你腳嘅問題嘅，譬如係雞眼，仲會睇下有冇其他腳嘅痛症，幫你去配適合嘅鞋墊。放射治療師，你可以解釋放射治療師咧就係負責照 X 光嘅，佢就係幫醫生睇清楚你身體入邊器官同埋骨頭嘅情況。營養師，老人家見到營養師咧就會覺得佢梗係唔俾我食呢樣嗰樣啦，又或者係我都食咗幾十年啦，仲需要你教？可以咁樣同老友記解釋，呢位營養師咧佢就係睇下你平時食啲乜嘢，睇下可以點樣幫你咧食得有營養啲，等你精神啲、健康啲。老人家咧去到陌生嘅環境容易緊張，如果俾佢知道咗身邊呢一啲着晒制服嘅醫護人員，佢哋係做啲乜嘢，都可以減輕佢哋嘅焦慮㗎。希望今日講嘅技巧同埋詞彙都可以幫到你。下集見。